来乡亲啊，民法今年开始的新规定，成年的年龄为原本的20岁降到18岁，也就是讲，只要满18岁，就等于有完全行为的能力，不管是开户、办信用卡，或者是买厝、买手机啊，拢唔免阁经过家长的同意，拢会当家己做主咯。 考完学习只考，高中3年啊，满18岁，准备要去大学开始新的生活。不过2023年开始，民法成年岁数为20岁下修到18岁，有真侪代志拢要有经架头，爱开始家己打咯。 不管是结婚、办信用卡、银行开户，或者是买手机啊、买车、贵什么物件，甚至是租厝买厝，拢唔免阁经过家长的同意。我觉得这样的话是很 OK。如果自己手机如果搞丢干嘛？如果自己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，我觉得这是可以的。买那种手机可能还好，但可能买房就是可以稍微商量一下。赞成啊，买房子也 OK 啊，如果他自己有能力的话。有自主的能力，同时买一间国民的义务，也唔过衰当节税。譬如讲，对有2栋厝的3口族来讲，翁某2个人采用一个18岁囡仔，本地伫咧制度下，当年伫咧后生民海帮产，必须要纳一般用地税10万块。不过新制度杀出来，第2间厝嘛适合用自用自提用地税率，安尼来回税负差4倍。我有一个18岁的成年小朋友。 我就把他户籍放进去就好了。本来只能1间可以办自用，我现在突然变成2间、3间。不过在政部嘛提醒，符合条件的人，爱伫咧当年9月22号前完成设户口，嘛向地方税务局提出申请。若是未符的人，就该当等后1年，才会当享受到优惠的税率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